開始10分鐘靜坐嘅時候，可以慢慢讓身體進入一個舒服嘅坐喺度嘅姿勢，可以選擇坐喺椅上邊，或者跪凳上邊，或者一個堅硬嘅坐墊上邊，睇下可唔可以容讓膝頭微微低過臀部，容讓背部進入一個垂直、莊嚴、舒服嘅姿勢。如果你選擇坐喺凳上邊，可以讓雙腿平放，兩隻腳擺咗喺地板上邊，讓雙手好舒服嘅放喺大腿或者係接近身前。如果合適嘅話，可以慢慢合上眼睛，又或者讓雙目垂低，望住地下，大約4至5尺前面嘅一個地方。當你準備好嘅時候，可以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去感受一下身體而家任何嘅接觸到或者係覺得有壓力同呢個地板啊，或者係同座椅啊連接嘅地方，感受下雙腳嘅感覺，雙腿嘅感覺，雙手嘅感覺。而家可以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去腹部嗰度，感受一下腹部一吸一呼嘅時候，佢感覺有啲咩變化嘅。唔需要去控制自己嘅呼吸，純粹讓呼吸自然咁一吸一呼。當你繼續留心身體嘅感覺，留心住一吸一呼，或遲或早，可能你留心到自己嘅注意力會走咗去其他嘅地方，離開咗呼吸。分心係人之常情，佢絕對唔係一個
錯誤或者係失敗。當你留心到自己再唔係專注喺呼吸上邊，你可以停一停，留心一下個心去咗邊度呢？然後又好有意咁，慢慢將個心帶返嚟腹部嗰度，又再一次感受呼吸帶嚟腹部嘅感覺嘅變化。無論你留心自己分咗心幾多次，每一次只係需要知道心游走咗，然後又好溫柔咁、好堅定咁，慢慢將個心帶返嚟呼吸嗰度，讓佢又再一次安住喺腹部，一吸一呼，不斷嘅變化緊嘅身體嘅感覺嗰度。盡可能有一份慈愛嘅心、友善嘅心，去留心住一吸一呼。喺剩返落嚟嘅時間，可能時不時可以提醒下自己，呢個練習嘅意向，只係純粹讓自己盡可能喺當下留心到而家嘅經歷。陣間響起嘅鐘聲就代表咗呢個練習嘅結束，而當你覺得合適嘅時候，就可以畀雙眼打開。